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在这一集单集当中呢，我要为大家在线上访问到一位老朋友，我认识他很久了这样子，但是呢，难得有机会可以跟他比较长时间的聊天。我们通常呢，经常遇到的地方都是在工作的场合，在表演的现场。那这个表演的现场呢，通常他在台上当主持人，大多时候他都是在台上当主持人。那我大概就是那个表演者，或者偶尔当评审这样子。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是，他发行了新专辑。那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位歌手。而且就是一位很棒的歌手，甚至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这样子。我认识他到底有多久呢？等一下呢，访问的过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一位呢，是许哲伟先生。哲伟最近呢，他发行了自己的客语专辑。好，那在我们的单集当中呢，要来介绍这一张专辑给大家知道，也跟哲伟聊聊天这样子。其实哲伟自己本身就是很棒的广播主持人吼。关于哲伟的故事呢，等一下我们就慢慢说给你听。OK， 那希望大家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都会留一则贴文在我的粉丝页上面，可以跟我互动，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的话，都很期待你可以跟我分享。另外呢，你也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评分5颗星，或者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人认识，都很期待这样子吼。好的，那我就废话不多说咯，我要来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许哲伟。好，现在线上呢访问的就是我刚跟大家讲，我跟他算是认识很久很久很久的朋友，就是哲伟正在线上。哲伟跟大家问好吧。Hello， 俊杰好，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哲伟，我是起在 V。对，我正要问你的客语要怎么念？我是起在 V， 起在 V， 你的话是王俊杰。对，王是阿杰，所以你那个徐是念起哦。起，对，起。哦，跟台语的念法一样有，其实应该说客语啊，其实跟台语有一些听起来会蛮接近的。对，蛮接近的齁。对，其实有些会蛮接近的，大家在听歌啊，或者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那某些部分是听得出来的。那跟粤语可以通吗？更通。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以为我第一天去就是可能语言不通，后来我发现他们讲粤语，我反而很快就上手，而且我讲的也许不是那么正确，可是香港人也都听得懂，因为其实是同源同种啦。因为广东嘛，像他们是算广东移过来的香港，所以广东梅县现在叫梅州，因为我的祖籍也就是梅州，所以其实是同源同种，就是话啦，就是语言的部分。所以你们在对话的时候各用各的口条讲话，没有障碍？没有其实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即便是一些因为还是算地方语言嘛，譬如说粤语，那有一些比较听不懂的，可是你猜得出来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在学广东歌也很快。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认识哲伟的时候我才16岁。真的，谢谢俊杰每一次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啊，或者是很特殊的状况下，我们很常遇见，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我坦白说，我们很少会联络啊或干嘛，可是就是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彼此。对，没错。比如说，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的缘分，没错。可能年纪越大了，我也觉得就是这样的相处很舒服，没错。然后我觉得
心中或者是生命中知道有一个朋友在。然后我们讲吼，我们有一句话讲说，君子小人长戚戚啊，君子坦荡荡，或者是那叫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觉得我以前不懂，跟少年时准，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每天都要腻在一起，什么什么的。可是我现在慢慢会觉得说，no no no，真正的感情是细水长流，而且是放在心底的。我一定要讲一下哈，然后啊我的那个听我节目的人，你就可以，如果你有 feel 的话，你就可以上粉丝页留言了哈。我16岁的时候认识哲伟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在木船民歌比赛。哇，我有印象哎。然后呢，你是主持人，我主持了2届。对。然后我去帮萧煌奇弹琴，对，我印象很深刻。对，然后呢，除了那个地方以外呢，再来就是去餐厅里面听哲伟他们唱歌。你知道我对你还有一次印象是什么时候吗？有一次西门町吧，我记得是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的第1年，他在西门町还是哪里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你的乐团在台上表演，然后我呢，是底下的粉丝。我去看你们表演，你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很清楚。你回想一下，是不是有一次就是马英九怎么办一个类似台北市在西门町，在西门町对，然后你们那时候的乐团跟萧煌奇，我去看你们表演，有这件事，你记得对不对？我记得，你现在说我想起来了，马英九的第1年我想起来了。对，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的第1年，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就是特地去看你们，可是那时候。就是朋友嘛，也不会刻意说，我来看你，就没有，不是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我懂，刻意的，就是觉得去支持你们，就像我们去看朋友的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去了，然后就默默的走了。对，没错，而且想法都会一样，就觉得反正他有很多人要按奶了，我们就不要去吵他。对啊，然后反正朋友知道啊，我们听了就好。而且我这件事情，我先说，我都没有跟俊杰说过。对，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对，但我觉得很好，很棒，这个感觉很舒服。是。我近几年遇到哲伟都是在工作场合，然后因为哲伟都就是在上面要站很久，就是在主持。对，譬如说俊杰来当评审啦，然后我主持，或者是说在某一些活动的演出上面，我大部分都是主持比较多，或者是我们唯一一次碰面还没有真的碰面哦，就是疫情前2019年在大河岸的时候，我跟一凡一起办了一场演唱会，那时候呢，俊杰是一凡的嘉宾。结果那一天我们居然2个人没有碰到面，是怎么回事？对，我们是唯一一次没有碰面的，就是错开。我在台下看你，因为那一次我们的歌单很满，因为我的特别来宾是娃娃姐，对，所以我要照顾娃娃姐。然后你的部分是因为你跟一凡有写歌，我记得是捉迷藏，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真的接得很紧，我们歌排得很满。那一次我们是完全，俊杰应该知道，我们整场就是非常。就是我们就是很密啊，很演唱会的在办，我们完全是乐手啦，或者是 program， 或是整个就是完全是很认真的在办演唱会，不是说我以前我唱河岸的时候会有一些，譬如说我换乐器就比较轻松的聊天，倒是没有，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演唱会的模式这样子。他们那一场演唱会很硬。超硬，你们那一场演唱会超硬的，超硬啊！可是我觉得，反而在疫情前，让我到目前为止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演出，那次很棒哦，真的很棒。对啊，包括我在台下看你跟一凡的演出啊，然后那次粉丝给我们的回馈，到现在还有很多粉丝会回味说，那场尤其是疫情前，对不对？然后中间完全没有办法演出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哇，我好想念2019那一场演唱会。我觉得对我来讲也很重要。那包括这次我的新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也是当时演唱会有唱到的歌。我们来讲一下新专辑的名称好不好？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张专辑叫做《人工仔》，我先讲华语，客语叫做“人工诶”。人工诶在客语的意思就是玩偶、娃娃的意思。那我其实，在做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坦白说，我一开始想说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取我专辑的名称，因为我这张专辑做出来是有我自己的计划跟制作人计划，就是1月1单曲。我是每个月发1首单曲，发了大概6首之后，我才把后面4首加进去，然后重新混音，然后前奏，反正就重新弄过以后，变成了一张专辑。那我就有一天我在洗澡，因为已经接近
就是接近要完成，母带要完成了，我一直在担心说，因为设计也在问说，我们专辑要，我们有我们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找不到专辑的主题。我在洗澡，我就突然冒出一个奶奶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会讲的那个单字叫拧拱然后我就在想说，拧拱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单字？然后我把它写成华语，就是人公仔，华语的字，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我这次的专辑有很多在写公仔，譬如说芭比，譬如说 Superman，譬如说丘比特，对，然后有一些不是有生命的活体，譬如说梳妆台这种，也算是公仔的一种。然后你把人跟公仔拆开来哦，公仔是我写的很多歌，人呢就是我这一次专辑里面要告诉大家，我回到我自己。我用我的母语重新剖开我自己，让大家去更了解我。这24年来，我在音乐或是演艺的路上，我经历了什么，我要告诉大家什么，然后再回到我觉得我们长大了，或者是有时候被社会化了，你可能会忘记你自己内心的那个，譬如说小俊杰。比如说小哲伟，或者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最初的自己，所以我也要借这个玩偶，然后借写歌，借人这件事情，用我的创作换回你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妙的是，我就跟我的制作人还有企划说，你不觉得我们很像会呼吸的公仔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特殊的，天对不对？会呼吸的公仔，对，你不觉得吗？就是会呼吸的公仔，而且我的专辑就是，我就一直在跟他讨论这件事。我就说，你要自己操控自己，还是别人操控你？我这张专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当我讲出会呼吸的公仔，他就整个吓到，他说：“这个我们决定这张专辑就叫人公仔硬公。”我就刚哲伟说，这张专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写很多不是活体的。对，真的不是活体，都不是活体。这样讲有点好笑，可是就是真的不是活体。而且就是如果各位你曾经看哲伟主持或你看过他表演，甚至以前他在 pub 里面表演，你会想说，可能他的专辑会是很活泼的，或者就没有。这张专辑是另一个许哲伟。对，我好开心，俊杰，因为对我来讲，俊杰这几年的努力，我也都看在眼里，包括你的创作然后这么多的类型，或者是说我们偶尔，譬如说我们在后台聊到一些音乐或者聊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好，我先说我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我都觉得你们一直很努力，然后一直在进化，我都觉得我很羡慕你们有很好的。就是很好的创作啦，或者是歌声，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也有属于我自己的，你懂我意思吗？懂。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这几年来，我为了这样，就是这一年刚好整整一年，我就为这张专辑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也在重新 review 一次我身边经历的人，包括你们啊，包括我自己，对，我怎么讲到这里啊？没有，就是讲到你的心情，没关系，这很自然啊。可以啦哈。对，所以呢，所以自己的朋友，你这些歌都是这一年写的。不是，其实有，我记得有歌是我19年有听过的有，其实有很多歌，有几首歌应该是说有一些歌都是我自己的压箱宝，然后在过去都是以华语的方式呈现，它就是有一些根本就没有用客语呈现，那是因为当我决定想要做一个很不一样的客语的时候，然后要去挑战，我必须要说挑战我自己，跟挑战母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去再让自己重新努力的学习跟改变，包括唱歌，所以这个是许哲伟超越许哲伟呢。有点你这样讲我都不好意思，真的啦，我很感动因为我看到你，就是刚刚我们还没有开录之前，你跟我讲了几句话，我都很想哭，包括这一阵子就是数位发行到现在半个月吧，然后我收到的反馈是让我很感动的，包括俊杰刚刚在还没开录之前就跟我聊说，我觉得你就是这张很没有在管什么没有在讨好就是你知道对啊，不讨好，我真的很感动因为你讲没有讨好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我在专辑很想要告诉大家，我真的做到，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尤其是俊杰你懂的，譬如说我们在外面主持，你在底下看我的时候，
我讲的讨好没有不是不好，对而是譬如说我要为了主办单位，我要为了评审，我要为了底下的观众，我要为了参赛者，就是那个讨好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是你的义务啊，那时候是你的义务。对，但是如果说那工作之外，如果是我的人生，我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我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然后我私底下，因为下了台之后，你就会太害怕别人不喜欢你。这个可能跟我的原生家庭也有关系。所以我这几年就是变得越来越清楚说，我不可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都在为别人。你有想过为自己吗？那投射到别人身上，是不是很多人也是这样？对。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啦。譬如说，俊杰，我觉得你那天怎么什么什么叭叭叭，就讲一些，对，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你就会放在心上了。那我说实话，我自己是一个俊杰懂吗？我自己也是主持人，对。然后我在电台，我必须要对我的听众负责的时候，我必须要鼓励他，给他东西，一直丢。就像你啊，你现在一直你要丢东西给别人，你要鼓励别人，你总不能谁会去听一个一直哭哭啼啼的节目？没错，没错。对，但是那个回过头来，你要想说，你自己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这不是自私哦，而是真的回到自己身上。那这也是这张专辑一开始起心动念的一个概念，跟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跟你讲，我觉得会开始这样想的人，人生就会开始顺利了。真的。哎呦，俊杰，我觉得你知道我从宣传到现在，我真的非常感谢很多人，因为我坦白说，俊杰也是独立制作音乐制作出来的，你懂那个做音乐的辛苦。但是我不得不说，辛苦是归辛苦，特别是这个年代这个时代，可是是很幸福的。对，我们可以撑得住。可是我只有就是这一阵子走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在舒适圈都太久了，别人怎么看你的，然后别人回馈你的，你就知道说你过去的辛苦是值得的。因为这些你平常你没有机会听到啊，我完全没有机会听到，因为平常只有你听别人的，你没有机会对，或者是我去照顾别人的心情。对，所以难得你可以换你听别人告诉你关于你的。对，然后我真的很感谢，特别是俊杰啦，因为我觉得俊杰就是你今天讲的话对我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不是主持人，也不是说朋友，而是说你就是我们认识那么久了。对，我觉得越是朋友，这些话越真。你知道有些人，你知道天龙国人就这样嘛？你知道？天龙国的再见就是我下次约哦，就不会再约了。对，你也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遇见过你一定也是啊，你遇见过人很多。对，谁是真的，谁是不要说假的，谁是没有那么真的，你就一听就听得出来。所以，我可能因为做节目或当主持人很久了，我一定懂得来宾在跟你分享东西的时候是真是假，很快，然后对不对？对，然后你自己在听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出其中的道理？其实对方也知道。不过我们帮他们讲一句话，天龙国人真的都很累啦。对，没错，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他们没有不好，就是很累啦。这也是我这张专辑很多的概念，我很开心，就是虽然我唱的是客家歌，我是母语，但是这一次有太多的反馈是不是客家的人，他们就是听了这些歌，有些不认识的人，他会私讯我说，这位歌我好喜欢你这张专辑哦，因为你有些歌唱到我心里，虽然我听不懂你唱什么。他说我坦白说，我听不懂你唱什么。然后，而且过去对于母语来讲，不懂我们客语或者是原住民语的朋友，他觉得听不懂语言就是第一个门槛了。对。那你要让他们再听下去，所以你必须要音乐啦，或者是你投注的情感能够感染他们。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这一年没有白费。我要从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跟哲伟聊起啊，好棒哦！对，我要从梳妆台这首歌。这是我听完以后，因为我早上有先问哲伟说我选3首歌，哲伟会想选什么，然后哲伟就跟我说没有挂碍，我来选就好。对。然后呢，我的第一大脑闪过的就是梳妆台，这是我选的第一首歌。为什么？我想要听为什么？因为我算还可以听懂一些客语啊，小尴尬，因为我妈是客家人，那我不会讲这样子。你这样不行哦，那是我妈的错，好不好？走，唔得，是我妈的错。
OK OK，那我听到梳妆台的时候，因为我是晚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整张专辑是晚上听的，是而且是配酒听，哇，你很懂你很懂我蛮你知道好的。喜欢我这张专辑的几乎我跟你讲，大概一半都说。这位哥，你这张专辑好可怕哦！就是我配了酒一点点，不是喝醉那种哦，配一点酒，然后晚上关灯或者是开小灯听，那个很可怕。就这样跟我讲，他说那个情绪来了很可怕。对，因为哲伟这一张专辑的唱歌的方式啊，跟我平常在现场听哲伟唱 live 很不一样。我要哭了，俊杰，你真的很厉害耶！你怎么每一句话都暴击我？因为我真的做了我很用功，就是因为制作人很新，他不是客家人，对，他很年轻，他才20几岁而已。那他一直挑战我的极限。你知道，我们唱歌唱久了，你会有那种不要啊，我这样就好啦。可是我很谢谢我自己，因为我每次多痛苦啊，就是我不要，可是我就去冲，我就说没关系，失败了就失败了，反正我都要做了，我怕什么失败？然后我每次做到，制作人都说靠，没有，对不起，要讲这个。他说你真的很屌，因为他做过因为他虽然年轻，他在 underground 很知名，就是独立音乐很知名，然后他做过森林之王，他做过比较资深的歌手，他说。这位哥，你大概说我碰过资深，我变资深歌手要哭了。他说我大概是碰过资深歌手里面，我觉得你是第一个让我很惊讶，你愿意改变。跟另外一个就是，他说我觉得你的理解力很好我觉得我讲什么有时候年轻人还听不懂，然后你或是资深歌手听得懂不愿意改，他说你竟然马上可以达到我的要求，然后我就觉得他给了我很多信心，就是你不设限啊，你自己也不设限，所以我谢谢俊杰，听到我整张专辑里面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在我的声音去诠释这些歌，这也是很多人发现说，这是你吗？就是印象中不一样的我。请问梳妆台里面有几句旋律，那个是民谣吗？你说哪一个？你说中间那个七言绝句吗？也不算民谣其实我只是不是民谣，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创的。那个七言绝句是我自己写的，因为我你先说感觉好了，我再告诉你这个那个创作来源。就是我以为那是民谣啦，然后我就会我就会想到说，那个是不是小时候也许是阿嬷唱给我们听的？那我成功了耶，那是我创的，因为我希望有一个不要离传统太远，但是我又觉得可以是新一点的东西，但是它却扣住怀旧的那个情怀。那你可以说一下这件事。你说民谣还是整个创作概念？这一首的整个创作概念。OK， 这首歌其实是我前年就是我在原创得奖的作品，我很久没有参加原创，那年我主持，因为那年是我怀疑自己最深的一年。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人要听我唱歌，没有人在意我，然后我父亲那年突然过世，然后我就整个非常的down，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了？然后我就想说，有人来邀约说，这个你好久没有参加原创，你要不要来参加原创？我觉得你这几年作品很成熟，然后就鼓励我。我现在还想说，怎么可能？我自己是主持人他怎么会让主持人入围？我就把这首歌丢出去。那这首歌怎么写的？就是那年刚好我父亲过世，你记得那年有部电影很棒吗？就是淑芳阿姨演的《孤味》。对，狗鼻，你知道狗鼻的艺术我知啊。就是说这一家店它只卖一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去看完电影以后，给我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因为我刚办完我爸的后事，里面男主角的角色太像我爸了，漂配，然后就是整个连离开都很漂配，然后又经历过灵堂啊告别式那一关，我就觉得那个既视感很重。然后里面有很多。我觉得触动我的是最后淑芳阿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有，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小孩记起，真的很好看。因为我看了我第一次看，我看完那天我就写完这首歌，就是淑芳阿姨在最后，就是她决定要放弃这一段她坚持那么久的感情，一直都不离婚嘛。她觉得，我就要争一口气，你不回来，你外面有小三，叭叭叭，林走马跟你拼。丢，她就是坐在那个梳妆台，你还记不记得？然后她的孙女站在他左后方，他就在梳妆台打开
抽屉拿出铁盒子，然后铁盒子打开，里面都是一些情书，还有她过去跟她老公的那些甜蜜啊、恩爱啊那些爱的证明。她全部 review 一次之后，把铁盒关起来，就拿给她孙女说 take it show。你记不记得 ？Take it show， 对 ，take it show。 然 show， 后他就很酷的，就是坐上计程车，他也不参加那告别式，他把主位让给那个小三，不关他的事了。对，然后你知道那一幕，我跟你讲，也许对别人来讲，他说那就是一个过场，可是对我来讲，那一幕淑芳演的太好了，而且那个其实是一个人决定人生从此自由。对，就是，然后他坚持那么久，你看，我不要讲客家好了，就是过去传统妇女就是这样，她对爱就是就像狗逼嘛，她就一直等着他，她即使心里知道说啊，他就不爱我，可是我就是我讲难听就是不甘心，对，所以我就把那样的情绪投注在这首歌里，因为我奶奶，因为你知道早期梳妆台都是嫁妆的一种，对，有没有？我妈妈嫁的时候有一个，对，然后那个梳妆台有一个镜子，然后我就想到我奶奶，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这个故事、这个情绪，就是当天晚上，因为我在电影院哭超惨的，我那时候我父亲过世我都没哭，就是我可能很忙，因为我长子嘛，我事情很多，然后我哭超惨，我哭到电影院哦，人都走光了，我还走不出去，我还在哭，然后我回到家，我当天晚上就写完这首歌了，词跟曲，我自己非常满意，可是我心里有觉得说，我不知道这首歌我写的好不好，我自己满意，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满不满意，所以我就决定拿去比赛。我一方面想要用这首歌当时撑住当时我自己，不管他有没有入围，我只是想把我的东西丢出去，我想让大家知道我还在，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又在主持，你知道吗？就是主持，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人家怎么会给你？怕别人会说话。对啊，没想到我那年就入围了，又得奖。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对我真的太重要了。然后我中间那一段那个七言绝句，对，七言绝句是我后面加的，它本来没有。就是我自己那时候找人帮我编曲的时候。我整首歌写完，第一次写完编完曲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少掉一些东西。我想要让这首歌有一些 tempo， 有一些更深的东西在，因为就像投注于你刚刚说的，淑芳阿姨说，老娘就是要这样，她有一点点豁达，对，然后又有一点点舍不得。你看她在车子里最后出现她过世的老公跟她唱那首歌，对不对？然后对，然后。对，然后那个我就想要把这个七言绝句写出来，七言绝句很快就写出来，就是我想象，淑芳阿姨在看镜子，或是这些妇女在看镜子，第一句就是顾样子，顾影自怜，心不开，然后生活好像都没有什么滋味了，然后笑看年华，催人老，就是我承认我老了，然后回头才知道。哇，我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就是4句是这样来的，然后就突然觉得好累啊。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这放在里面可以，所以在里面的编曲我也希望有不一样的东西让它跳出来。谢谢俊杰老师看到这一块，然后他摆在最后一首歌，也是我当时的一些小彩蛋，就是我希望。听完这张专辑，好像你就坐在梳妆台照着镜子，因为这张专辑最主要是你要看清你自己，可是也会有一种未完待续的感觉。对，答对了，就是我最后在尾奏的地方，我希望大家好像看一部电影，后面再 roll 字卡。对，了解。对，我就是你听懂了，就是我后面刻意设计成，我说老师，你可以帮我在编曲上面，我想要多一些东西，留白也好，我就告诉他们说，你有没有去看过一部电影？电影最重要的往往是大家最忽略的，就是 roll 字卡。我要告诉你，在 roll 字卡的时候，你再回去想一想，我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认得，第二首是寻梦，然后你可以再 review 一次想要看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设计的小彩蛋，我自己没有跟别人，就是我一开始都没有跟别人说，除非像老师这么专业，有跟我聊到那个梳妆台，我才会跟他聊这件事情。可是大部分人都会因为说，我怎么觉得？我听完最后一首，很想要再回头听啊！我觉得我就成功，因为他们没有讲什么原因，我只是在，因为他们不是音乐人呐，所以他不会去想到这个。但他们只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听完最后一首歌，我想要回头再听一次啊？但这样就成功了，那就成功了，我就觉得好开心。然后今天在这个节目上，我很谢谢俊杰老师可以
就是听到我的巧思。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先让大家听梳妆台，我们就好，那你要跟我念一次吗？它其实有点像台语诶。好，来，梳妆台，梳妆台，对，它是有点像台语，有点像，台语其实台语不会念梳妆台这三个字，台语会说镜台啊，对，镜台哦，但是客语念起来比较好像比较稳一点哈，比较优雅。来，那我们就用客语来介绍这首歌《梳妆台》。好，我们听这首歌再跟哲伟聊哦。土上拄加贴合的，老飞鱼扫伫后排，伊种种往往 QQ 的心字，摕太力手袂拆开，比云游蒙蒙。加强的酒店叫不转，加长存思念冲浸不渡边的海，无声依手，不记得等待。露水浸湿了台，木质饮食窗台，月光照亮梳妆台。一点给你寒芒传来，昙花瓣也张开，故事传有手来。月光照亮梳妆台，一点给你几时张转来。露水浸湿了台，木质饮食窗台，月光照亮梳妆台，一点给你寒芒传来，昙花瓣也张开，故事传有手来。月光照亮梳妆台，一点给你，一点给你。土上拄加贴合的，老飞鱼扫伫后摆，思念冲浸不渡边界海，无声依手，不记得等待。听完了梳妆台，你会想说这歌结束了吗？还没，就是要请你从头再听一遍专辑的意思。对，没错，梳妆台。而且你听这首歌，带你去用义工带你去旅行，听得懂吼？义工就是耳朵，耳朵，义工就是台语来讲的耳康啦。对，对，义工带你去旅行，带你去旅行。对，旅行，旅行就是旅行。对，我觉得我这次有很多很意外的礼物，包括你的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张专辑是我独立制作，我很谢谢蜂巢啦，或谢谢 KKBOX 他们听到，他们就主动就是想要发行，或主动帮我做一些宣传，尤其是 KKBOX，你知道吗？在我敲你就是你来敲我通告，我们敲定好时间的时候的当天还隔天吧，KKBOX 就私讯说。哦，哲伟哥，那个你这张专辑啊，我们想要帮你做一个特殊的 promote，你可以帮我们录一段，就是介绍你专辑，但是我们不想要很制式，你用客家话教我们旅行怎么说好吗？啊，真的啊，我发誓我可以传给你听，你到时候大家去 KKBOX 可以听到我讲，然后我就录了一段说，客家话的旅行很多离行，然后我就说，那你旅行的时候可以听我的引弓，就这样哦，好好哦，你说巧不巧？很巧，我就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礼物，真的。而且你在唱这张专辑的时候啊，你应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你似乎把自己打得很开。好像有但是我一开始没有，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想要做单曲，对，就是一开始就是那个认得，那它很妙的是，整张专辑都10首有10首故事，而整张专辑有开头的故事，这个制作人叫卢子祥，对我也好奇我要不要聊一下他？非常多人想要认识他，现在因为他就是一个制作怪物这样，然后因为他。我记得他在念书，刚毕业吧，20岁还是19岁，他其实有很多作品，他发了很多作品。那时候他发了一张专辑，他来我节目宣传，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小子太有才华了吧，而且唱歌声音非常的特别，大家可以听认得那里面他的声音，然后他又会弹琴，然后又会，反正什么都会就对了，然后。但是呢，在节目的最后 live， 我就一直觉得这小孩不知道哪里不对劲，那个不对劲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不开心，然后你知道我最会的就是看透人家的内心，你就开始了，就对，对，我在最后一段，因为我一直觉得很怪嘛，然后你知道做节目你懂的，你如果发现这来宾有些状况，你当然希望他开心，对，然后我最后就问他，我说 Lucas，你是不是不快乐？你知道他怎样吗？他给我大哭直接在节目里面哭大哭。对，他说他上了那么多通告，只有这个主持人看穿他跟了解他要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我很感动，可是我不是故意的。然后结束之后呢，我就在电台跟他小聊，很快，因为他要赶嘛，我就小聊一下，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怎么了哦，原来是因为这样讲好了，不是音乐的事情干扰着他，就是你知道合约啦，或者是经纪人，或者是公司，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 Lucas， 我觉得你是新人，这些事情你都必须要经历，那你要好好的处理合约，好，然后你创作这么棒，你对音乐这么有热情，这么有想法，你要坚持，然后你不要逃避，反正我就鼓励你，你知道我就鸡婆又啰嗦，聊完哦，他才跟我说，这位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跟我聊天鼓励我，他其实他当时发的那张，他就要放弃音乐嘞，他要离开音乐圈，对，然后你知道这小孩多有情有义吗？他就是那一次见面之后，我们也没有常联络，然后他就是赵三杰，从台中，他家在台中，他工作是在台中，他后来开工作室，然后他就赵三杰开车上来送礼给我，这么有礼貌。对，他说，你看疫情期间也是哦，他就没有接近嘛，他就送礼，然后他就说，这个当时你如果没有鼓励我，给我一些能量的话，我其实已经离开音乐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其实说真的，我很感动，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很鸡婆，就是热情过头。可是这次发片，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在别人的眼中是这样，就是我这么温暖，可能我有时候无心的一句鼓励或是问候帮助他们放在心上。然后子祥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每一年哦来跟我见面，他都说，这位哥，你客语很好听我虽然不是客家，我觉得你很屌你唱这客语。
我一直觉得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魔力。你知道这小孩他跟我差几招，我都可以生他了。他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去查去爬书我怎么出道的，我做过哪些事情，听过哪，他就去研究我这个人。可是你也知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是你也知道，俊杰，有时候我们见面。我们碰到这种艺人太多，他说我要帮你出单曲，我要帮你发唱片，就是我说的，你知道，天龙国再见，对，就是下回约哦。对，可是他没有，他就是每一年，他都跟我提这件事。可是我每一年我都拍谁，因为我会觉得说，你要免费帮我做，我怎么好意思？对呀，这我免费的最贵，对，没错。那我就会想说，真的。然后一直到去年2022年的时候，年头我又经历一次低潮，然后刚好过年前他来找我，他说这个，我决定要今年帮你发一首单曲了，然后又来了，我心里又想说，好啊，好，我说好啊，可是这是他真的了，他隔天就把 demo 送过来给我，就是我们听到的寻。其实是我一开始写，我本来他说我就在出一首客语单曲，可是我跟他说，我说子祥，我不想，因为那个曲我一听我马上就写好了，然后我就说，如果今天我在客家那么久了，我发一支客家单曲，那是合理，对，就这样的，我觉得没有意义，我就跟他说，我有想法，我想要做一首很突破的歌，它是对唱又不是对唱，就是我想要做华客 mix 在一起，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一起完成这件事情？那其实最难，对他，我就说同一首歌，我找你一起来，他本来不想唱，他说他以为我要叫他唱客家，我说不会，你就唱你的华语，我想要做华客，我想要挑战，当时甚至目前就是客语一直处在民谣，对，然后爵士，然后 lo-fi， 然后我觉得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突破，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好，我们来试试看。当我把词给他的时候，他有吓一跳，他说这歌你好强哦，可是问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客语跟华语这两个不同语系，我要怎么把歌曲咬得很紧，对，不打架，这个太难了，所以旋律也会冲突，对，旋律也会冲突，但是我又不想要，因为我是一个很尊重创作的人，就像俊杰，你懂吗？我能不改我就不改，但是我跟他说有一些导音的问题，就像你唱台语会导音，我很在意导音，对，因为我那个是语言保留最基础的，所以我跟他讲说，那我们来调整，你让我，你给我空间，但是我不会离你太远，但是我要做的这首歌，就像你去看 Netflix 看国外的影片，底下不是会有一些中文的，譬如说中文在上面，底下就是英文或日文或韩文吗？我要做这件事，对，我要做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在听专辑的时候，你戴起耳机，你会听到第一首歌，譬如说我在前面唱客语的时候，卢子祥在后面是唱我客语的华语的解释，然后我们兑换的时候呢，就是他在前面唱华语，我唱客语，唱他的意思，所以你会听到那跑来跑去的声音，这是我们自己设计，我们想要做的，没想到。我做完之后，其实我说实话，我有点害怕，因为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可是我很怕挑战传统。那华语会不会觉得我华语就算华语包容量很高，可是客语这么传统，他会不会觉得我在乱搞？极有可能，对我超怕的，很有机会。所以我当初这样发的时候，我其实很害怕。所以在去年很巧哦，去年10月17号，2022年10月17号发那个单曲，我今年发的。数位是2023年10月17号，巧不巧？我没有这么巧，对，这是第二个礼物。然后我就想说，我发了，然后我很紧张，然后那个时候他一直跟我说，这个你不要害怕，我们做都做了，而且我觉得非常好听，而且你唱得很好。这首歌不是我会唱的，因为磨很久，然后没想到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竟然引起了讨论，就是有一些乐评啊，或者是一些哇。好酷哦，客家歌可以这样唱哎，而且有一些非客籍的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编曲好好听，而且就是我就算听不懂你唱什么，可是我很喜欢。到目前为止，这张专辑出来以后，也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而且他的 vocal 因为用华语唱嘛，哈，就会有一点像有一点我知道那一首，他就有点像背后灵，你知道吗？对，所以我们会交换来换去，然后。
这个是我觉得他很能够 catch 到我想要做的东西，因为有些专业的部分我没有那么专业，我还是交给他，但是他可以执行我的想法，然后他有加入他很年轻的东西，所以我们算是这一首单曲有小小的成功，然后有很多人吓到说，这歌这是你的，这是你吗？我说哦，对，是我，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跟我以前唱歌不一样，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卢宇翔就跟我说，这歌我有想法，或什么想法？他说我们来做专辑好不好？我说你认真，因为俊杰知道现在做专辑真的模式变了，大家方式变，就是全世界都一样，大家都是单曲单曲的。所以你要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做专辑啊？对。那我有跟子祥说，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 loading 很重，对，好，就是那个包袱很重，没错。然后可是他就一直鼓励我，而且又知道赚不回来。对，然后我就想，他后来他就跟他的团队讨论，因为他后来成立公司嘛，就是五山音乐，然后他就说这个歌我这里有想法，你听听看好不好？我就说好，我就看他很认真哦，还打计划表，然后还印彩色，然后告诉我每个月什么什么，我们这计划叫1月1单曲。俊杰应该那时候有耳闻，就是我每个月都在发单曲，有，因为你的脸书上都有。对，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你好勇敢哦，但是。我觉得年轻一代跟子祥他们有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也是就是在独立音乐做了那么久，所以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手法啦。对，他们觉得说没有，但是他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觉得说，这个我觉得你那么久了，你要让大家看看你这么多年努力的成果。我说有吗？他说你相信我，你有，你知道我好几次啊，就譬如说我大概丢了40-50首 demo 给他，这些 demo 都是过去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些我不想卖给别人，或者是说我自己想留着唱的，像演唱会你会听到那些东西，有粉丝喜欢的，我就不想要丢的。你就不想要，对对？你有卖没有？他就交给他，然后我很感动的是，他说这个我觉得你有。几首？他说：“你这首或哪一首？你是不是去录音室录的？”我说：“没有啊，我自己在家，或就找一个空间弹。”他说：“你看看你很厉害耶，你会唱到让我觉得你好像在录音室录的，你为什么要小看你自己？”换他来回馈你，对我很感动。然后他那个回馈还包括，譬如说，他说服我做专辑，还有他说这句话，他说：“这个你有发现吗？”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节目都到凌晨，你做了那么久，到1点，你像不像一个捷运车站跟捷运车厢？你送大家，你访问那么多人，你送大家去到你要去的地方，然后收班的时候你回到这里，熄灯了，你剩下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大哭因为我想说，天哪！有人了解我你知道我们主持人永远是要当一个最称职的绿叶，要把歌手或是前面就是表演的人当成第一，就是前面的主角。对，可是真的没有人会记得你，譬如说上新闻，没有人会记得你的。没错，对，虽然动不动都在上新闻，但是会被忽略。对，那他就看出这样，他就说不，我现在就是让大家看见你。他说你真的很强，他觉得我的创作很厉害。他一直说你的东西。你看哦，我听你的东西有几首是那种7、8年前创作的，我帮你重新编曲以后，他其实他意思是说我不会讨厌他，他也没有让我觉得他退流行，他反而他说我的有些创作刺激了他，想要把它做成我的样子，我其实有被鼓励到，其实某种程度就是重新做一场对话啊。对，就你答对了，认得就是这样来的，就是我是卢子祥，卢子祥也是我，可是在里面呢，两个人唱就是我跟我自己的对话，然后对话完之后，第2首歌一开始也叫认得什么版，我就说我不要，我就要我这首歌就叫寻的可以叫请找，因为我觉得认得自己后，你是不是能找到自己，在这首歌里单纯的钢琴，然后纯粹自己的声音，好好的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找回来。认得这首歌呢，我最后再给大家听。我要先让你们、各位，我要先让你们听《寻》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本来哲伟第一时间，你不是说你刚刚讲的嘛？你说你觉得对，他没，而且他本来没有要放进去，他本来因为我一直坚持不要放进去，因为第一我觉得我唱的不好，因为他是一开始。
我重新练习不一样唱法的歌。我一直觉得我唱不好，可是制作人一直说服我说，No， 所以哥，你知道这里面的感情是最 pure 的吗？而且各位，这一首只有一台钢琴哦。对，俊杰最懂了，所以俊杰刚跟我讲说他挑哪首歌，他最后一首讲到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因为这首歌反而在出专辑之后，就是大家听完认得专辑出来之后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他说哦，认得有认得不一样的感觉，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就是整个很touch到我的，就是寻编曲丰富的时候听唱功，编曲只有一个乐器的时候听感情。哦，你好会说，真的。所以到这里来啦，各位，我们先来听《寻》这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那我就教大家说《寻》的客家话。好，一定要来。我上面有写那个罗马有，它叫请，对，请请闭口音，请哦，请对，要闭口音这样子。对，请，对，请就是寻的意思。请。那我们现在听《请》这首歌，然后再听哲伟说故事。好，哲伟的音乐故事实在太精彩哦，而且我们一打开话匣子聊天就停不下来，还有很多故事呢。这一集我们先在这里打住，关于哲伟的故事，我们到下一集呢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音乐声中先跟大家说拜拜。耳朵带我去旅行，谢谢你的收听。滴来的一场摩天，沉沉跳起，关在有你的空气，水里有香，飘飘个梦上港，亲爱。想来想去，因为爱用心，无强用的嘛该去作样，到天光分唔清你係一家的人鬧，熟似有魔力嘅暗夜，總得也擺無相愛狂。出唔唱，比上中愛一生，您的用情，您的用心，您的你。一個天窗，係唔係愛等下去？天表唔睇，滴來的一場摩天，沉沉跳起，關在有你嘅空氣，水裡有香，飄唔飄個夢上個情難飛，想來想去，因為愛用心，無強用的嘛該係作樣，到天光分唔清你係一家的面鬧，熟似有魔力嘅暗夜，總得也擺無相愛狂，出唔唱比上中愛一生，您的用情，您的用心，您的你。
风风雨雨嘅过去，乐意从太意，都爱在意，开始嘅爱留意。都强样一摆又一摆作样，等行过争啲一家偏一家的热闹，熟悉又无力嘅暗夜。做唔得，也摆无相爱狂，出唔唱悲伤中爱一生，人的用情，人的用心，人的你。